先生卖手机啊？先生贵姓呢？姓林。那对了，今天是林氏宗亲会在本港成立以来成立很多周年的周年纪念日，姓林的买手机有优惠的。运气这么好啊？对啊，请跟我到这边来吧。哦，请。林先生这边请。欢迎光临。我来买手机的。对，我们就是卖手机的，因为是林氏宗亲的关系嘛，我们今天特别多人来招呼您。来这边请吧，林先生。来坐，林先生。有没有哪位促销员招待过您啊？没有，我第一次。不客气，我叫他们进来让你挑吧。介绍一下自己吧。你好，我是香港的。你好，我是九龙的。你好，我是新界的。你好，我是澳门的。你好，我是楼上的。楼上。谢谢老板。林先生，先擦下手。我来买手机的。这就是你刚才看的那一部。哦，楼上的你介绍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这部手机有最新的轻触式屏幕，还有无线上网和卫星定位，拍照功能是800万像素的蔡司镜头。不知道林先生有没有拍照的习惯？如果你不介意，可以拍拍我。你很可爱。拍全身更可爱。你能不能不晃啊？800万像素，真清楚。那就买了这部手机吧。现在买手机还送神秘大礼。送什么？抱枕啊。你一边打电话一边抱着个抱枕，可有感觉了。我只是买手机呀。我们就是卖手机呀。谢谢您3888，不知道林先生是刷卡还是现金？现金。谢谢林先生，我的员工号码是438，下次光顾记得找我啊，我去帮你开单子。我来买手机的。